大齋期默想系列第23天，3月31日。題目：耶和華以勒。這些事以後，神要試驗亞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說：亞伯拉罕。他說：我在這裏。神說：你帶着你的兒子，就是你獨生的兒子，你所愛的以撒，往摩利亞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獻為燔祭。創世記22章第1至2節。歷經滄桑，亞伯拉罕終於喺迦南地安頓，並於100歲之際，見證神蹟般嘅應許實現，迎來與撒拉嘅獨子以撒。呢份欣喜若狂，無以言表。然而有一日，上主嘅呼召竟帶來驚天之命，要佢獻上呢份真愛。試諗下，呢個係幾咁撕裂心靈嘅掙扎。聖經記載，佢竟然未同神爭辯，第2日清晨即刻起程。3日路途間，佢嘅內心必然歷經驚濤駭浪。希伯來書講出佢信心嘅奧秘。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，他也仿佛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。希伯來書11章第19節。呢份超然嘅信心，源自以勒呢個字嘅心意。華人教會傳統將以勒解作預備，然而原文嘅基本意思為看見、看顧。預備只係延伸出嚟嘅意思。喺創世記22章第1至14節嘅段落中，以勒出現過5次，以下列出嚟。第4節，到了第3日，亞伯拉罕舉目遠遠的看見那地方，看見即係以勒。第8節，亞伯拉罕說：我兒，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。預備即係以勒。第13節，亞伯拉罕舉目觀看，不料有一隻公羊，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，獻為燔祭，代替他的兒子。觀看即係以勒。第14節，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，直到今日人還說，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。預備即係以勒。經過一次次嘅試煉，亞伯拉罕嘅眼光早已超越眼前嘅現實，能夠直透背後嘅實況。佢睇得見耶和華所睇見嘅，佢信任耶和華嘅看見、看顧，因而擁有超凡嘅力量，迎接人生最嚴峻嘅考驗。亞伯拉罕被尊為信心之父，絕非虛名。佢一生嘅忠誠與跟隨，將信心嘅最高品質詮釋得淋漓盡致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今日上主仲有冇以獻上兒子嘅方式考驗我哋嘅信心呢？第二，亞伯拉罕嘅靈性視野從何而來呢？我哋如何操練以獲得咁樣嘅屬靈眼光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求你開啟我嘅眼睛，使我喺日常生活中睇見你嘅手，睇見你嘅作為。願我嘅信心得以逐步成長，至死忠心地跟隨你。阿門。